从慧灯问道播出以来呢，其实有很多的观众啊，都向我们节目组反映，想让我们聊一聊有关于爱情的那些事儿。那其实呢，爱情这种事儿，人人都有经历，但是人人呢都说不清也道不明，并且呢，并不是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那样的完美。那其实呢，有很多的节目都讲述过爱情的甜蜜。那今天呢，我们就反其道而行，来聊一聊是什么扼杀了我们的幸福。为了能够把这个话题聊得更加透彻，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4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王冠、杨蓉、陈龙和张灵芝夫妇。在座的4位啊，其实都是主持人和演员，对爱情都有更丰富的了解。那同时呢，我们今天也请来了一位更加重量级的嘉宾，他就是慈诚罗珠堪布，欢迎堪布。谢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也希望堪布能够站在一个超脱于我们生活的智者角度，以佛法的这个方向，从佛教的心理学的角度，来向我们讲解一下就关于爱情的这些事儿。现在很多人都会有离婚的这种情况，相信大家身边的朋友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对不对？那他们的理由都会说是感情不和。堪布，我想问一下您，从佛教的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什么叫做感情不和？怎么样感情不和？什么叫感情不和呢？那这当中呢，他们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有几个比如说30%就是因为2个人两地分居，30%生活上的琐事，这个就已经占了60%多了那么剩下的这个30%多的这个当中呢，那就是有一些是因为性格不合然后呢就是导致了一些三观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这个冲突，然后呢就破裂了。感情不和了以后呢，离婚，然后呢就是对他们的小孩还有老人就一大群人导致了很多的生活上的这个不方便痛苦等等。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也就送走了很多人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平时上课的时候呢，也会关注一些这些方面的事情。比如说美国的话，我看了一个可考的这个数据就是这个离婚率是结婚的40%。中国的话呢，就是2018年，也就是去年就是这个离婚率呢，就是结婚的38%，真的是很高的一个数字，是很高了，已经不止1/3了，不止1/3了。对，有些城市都已经是高达60%多了，超过1半以上，对，以上了，对，1半以上，对，越听越可怕呀。这个所有的这些省份当中呢，西藏就是离婚率最低的地方也是12%。也是最低的也达到了12%。对。确实很多人真的是因为平常生活当中的琐事，然后造成这种感情不和。当初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也算是克服千难万阻，轰轰烈烈的在一起，然后也许下了海誓山盟。当初的许下的海誓山盟，其实最后都被一些什么给平掉了呢？琐碎的小事，鸡毛蒜皮的小事。是。我有一个朋友其实他们俩就是这种状态。非常的模范夫妻，当初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就是克服了千难万阻，他们俩在一起就所谓的王子和公主最后幸福的在一起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他们俩有一天吵架，你知道因为什么吵的架吗？2个人讨论这个世界上是否有外星人然后因为这样一个非常无厘头的话题，最后吵到大打出手。结果有还是没有呢？谁也说不清楚就像是这个世界上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谁也说不清楚，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情况下，就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发生争吵？我曾经就是跟对方有讨论，是没有结婚，然后自己也没有孩子，但是就为了说将来如果有孩子，他到底要不要上补习班，然后2个人就开始
吵得不可开交，就这么远。对，你们俩太没必要了，还没有。所以但是当时在吵的时候，不会觉得说哦我们还没有孩子，什么时候有孩子都不知道，对吗？就是一个很遥远的话题，但是两个人就开始吵，我一定要说服对方，然后对方一定要说服我，就是已经被那个情绪控制了，就一定要赢，越说越大。但是然后吵得不可开交，吵得还真的挺大的。就这两个人还在为没有发生的事情是特别可笑。然后但是当两个人吵了互相不说话了，突然就开始笑，就是你觉得这是一个不期而笑那种感觉是吧？对。那王冠你呢？我啊，我是就是我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我特别不能够忍受对方听不到电话铃声。就是如果他没有及时接到电话的话，我会非常的生气。关键是我会把这个事情闹大成什么地步？就是会跟他说，你没有接到我电话是小事，可是万一你没有接到我电话的时候，我出事了怎么办？你就没有办法救我。假设如果说我被绑架了，也是假设，都是假设。就如果我有什么问题，你不是第一个知道的，我就不能忍受你不是一个第一个知道的人。那你能做到人家打电话你第一时间就接起来吗？不能。对呀。万一他被绑架了呢？对呀。立刻给你发一个求救信号。对呀。被撕票了怎么办？对吧？你没有及时去报警。我也有这样的情况，发语音他肯定不听，就是所以我一定写文字。就短的一条的很多，你知道吗？干嘛呢？我等你晚上一起吃晚饭，是这种感觉吗？晚饭2个字。那其实我们都很好奇你们两个人，因为作为现场的唯一一对夫妇啊，其实你们的一个相处模式其实非常可以拿出来做一个典型的案例，然后供我们以供分析，对吧？是好的还是坏的？以供分析。你们俩几年了？对，你们俩在一起7年。我们俩7年了。养过没有啊？对，7年。养过吗？养是不养，就是争吵。最近一次就是我们在看一个电影叫哪吒，就是在北京。然后我们俩看电影看了一半，突然有个工作短信，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个我们把这个工作取消吧，我就拍他，然后他就开始发火了。下半场电影就没跟我说话，可是我不知道他生气了，我还是看完之后，然后好了，一出门就板着个脸，然后我就追他，我说你怎么了？他说哪有这样子的，看一半电影就跟我说工作，后面的情绪都没有了，大家在哭的时候我也哭不出来，你说你怎么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这是那么小的事情，对吧？我说我就说对不起老公，我就追着他。你们俩真的是够了，这个就是讲，你听我说，我说对不起，你听我说，他又没面子的，我还要说完，但是对不起，他说我说对不起，然后他就气了嘛，然后很生气，他说你知道吗？不可以这样，我没情绪了，然后就走掉了。然后我说那你我说你没这么可爱好吗？我说你去哪儿？他说我自己回酒店。然后他就走掉了，我就一个人站在那，我说你不担心我吗？然后他就走掉了，我就挺伤心的，我觉得这么小的事情，然后我就自己回酒店，我想他什么时候回来嘛，然后我自己回酒店等了他，5分钟之后他自己上来了。我会跳到很多镜头，你知道吗？我为了这几个人我还要去补。确实啊，可能是在那某一瞬间，比如说刚酝酿到一个点，马上就要哭出来了。是的呀，然后一说下头了，就当你在那边，他旁边机器在对着你。对吧？啊、是你在看电影，又不是机器对着你拍。但我有我的情绪啊，你明白吗？我这样说，我说老公，那个杂志拍摄我们不去了。他说，然后就一下子就这样看着我。好，小宁芝，你居然说这样的事情，我告诉你，前2天，今天的收在很丰富啊，就在前2天，我必须要说，什么事情？就在前2天。什么？看不是这样的，故事是这样的。什么啊？前2天，因为我们家那个小儿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去托儿所，还不是上学，托儿所。他前2天是第1天去，那他肯定是不适应。到了托儿所之后就哭得很厉害。我们俩刚出去没多久，老师又打电话说你赶紧回来。然后一看孩子在那边哭的就哭成这样，伤心成这样了。然后我们就赶紧把他就送回家了。送回家之后他就特别的愤怒，这么小的孩子上什么学啊？他就不应该去。他说明天我不去了。没有这么愤怒。当时我很惊讶，我说我没有这么愤怒。怎么没这么愤怒？我就说这么小不要上了吧。我说就不上学了。不要上了。我说你就这样理解的吗？我很茫然。2岁嘛，2岁。但是到没到？我说你让他慢慢去太小了吧？上小班吧。你可以让他每天去，哪怕增加个半个小时、1个小时，慢慢的来可以。你不能说突然说我不上了。我没有不上，我就说了一句。一直在家里待着。我第2天不是还是送他去吗？只是我心里心痛，所以我就说了一句不上了。送他去路上在骂我。
男人骂娘，骂你什么？太远了，这么远的学校怎么能去？说明你说的，我不去了。完了，这是一个我们本节目的彩蛋时间，叫成龙有话要说。啊，那多了，跟你说彩蛋。那其实说白了，时过境迁，大家都能以一个很玩笑的这个语气来聊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说实话啊，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很坚固的感情，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小事而产生了裂痕，甚至是不可修补的。那开幕，您认为就是为什么这么伟大的爱情战胜不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呢？人的这个意识的这个活动它有个规律啊，不仅仅是这个爱情就是做任何事情啊，我们的意识呢，它的一个思考的方式，或者是它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规律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规律，古代就是用射箭用的这个弓弓的线，它一定要拉得很紧很紧，以后呢它才能够有力把这个箭射得很远很远。但是呢，比如说它现在它已经拉得很近了，但是呢，它一定会逐步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松冲动还有这种激情这一类的东西呢，就跟这个弓弦是一回事它就是从高潮，然后呢就往下走最后就是会退出。佛教就会把这个分3个这个阶段，一个是高潮期然后第2是低潮期第3就是退潮期完全退出了。高潮、低潮、退潮。对，高潮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因为他的欲望就是一定是到达了这个最高峰的时候，最强烈的时候当欲望达到一个高潮的时候呢，你那个时候是一定会这个失去这个理智，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呢，很多事情你是分不清楚的。那愤怒也是一样的，愚昧也是一样，傲慢也是一样，还有就是疑问就是怀疑比如说怀疑又是一样，就达到最高的时候呢，会有太多的怀疑，然后这个怀疑之上就失去了信任这是最严重的一个东西了。那么这样以后呢，你一旦失去了这个信任以后呢，你什么都会想得出来的，对吧？佛经里面讲这个我们贪嗔痴慢疑这5个呢就叫做无毒我们的意识呢，它像是一个电脑的程序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无毒呢，它就像个电脑的病毒那比如说病毒进入了这个程序以后呢，那电脑呢它像发疯一样的，它就不能正常的工作同样的，比如说我们心里产生了这个无毒的任何一度意识呢它就完全是乱了以后呢，它就不能这个正常的工作。这个时候呢，比如说你对方有很多的问题假设有很多问题，那你是看不到的你为什么看不到呢？那就是因为就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欲望就把眼睛给蒙住了。不仅仅是欲望比如说生气愤怒也是一样的。这个5个东西呢，当它是高潮的时候，最高的时候那么你就很多真相就看不到的然后呢，它就到了这个低潮的时候呢，它就已经降温了。那么低潮的时候呢，就慢慢的就开始发现别人的有些不足的地方了但是呢也不是看得很清楚了。然后真正看到这个别人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是这个退潮的时候了。退潮了，这个激情冲动全部就冷却下来，完全的这个冷却下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是真的是有这个爱的话，那么这个沉淀完了以后之后的那个才是真正的爱。以前这些高潮和低潮的时候的这个看到跟想到的，跟现在退潮以后的这看到的东西呢，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到的也许是真相因为你现在就是没有这些障眼法，这个时候才会发现我们刚刚讲到的，比如说性格不合呀等等这个高潮期是没有的低潮期也是基本上是没有的，退潮期的时候呢才会有的那个时候呢，看到别人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不足的地方。刚才讲的这个贪嗔痴，尤其是这个慢
慢啊，因为就某个自己的优势啊，就是开始这个有傲慢啊，然后呢有了傲慢以后呢，就对方的比如说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呢，也就特别看不惯，哎，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等等等等啊，开始就是有一种这种傲慢性啊，然后呢疑就是怀疑，刚才讲的啊，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就更加的严重了。那这些东西全部出来了以后呢，如果你想要坚持啊，你想拥有这个家庭啊，这个感情的话，那你是必须要调整啊，必须要调整啊。调整的方法呢，当然另外要学习的啊，要调整。那调整了就是没有问题了啊。如果不调整的话啊，那么就你肯定是这个34%之一肯定会出现大问题。对，不需要太多的这个很大的什么事情呢，很小的事情也可以这样子。即使处理好的话呢，那么这个高潮期、低潮期过了以后的时候呢，就是比较正常了，正常了啊。也许这个时间呢，可以就是几十年啊，甚至是这个一辈子啊，都有可能了。原来如此，我发现啊，真的是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对，所以这个是人的一个心灵反应的一个正常的这个情况，人都是这样子啊。比如说他不仅仅是爱情呢，他就喜欢任何一个其他的东西啊，他也是这样。比如说他喜欢一个其他的物质的东西啊，那么比如说喜欢车啊、房子呀。收藏等等都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过程啊。但是我们平时呢不太在乎这个，也不太知道这个是自己的内心的这个活动啊，以及它的这些过程。是。其实刚才都说了很多关于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那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当遇到这一类的争吵的时候，大家一般会选择怎么样去化解？走开。走开！我跟你讲，女生最讨厌的就是男人走开。我就是离家出走。就是这属于不面对，就是属于冷战，就是会激化问题吧？就当你们在很愤怒的时候，没必要跟你们说任何的话，等他稍微冷静一点的时候，我再回来。这也许是一个办法呀。也许是哦。王冠，你呢？你会吵架吗？就是那种针锋相对的那种。吵啊！那就是我憋不住会吵，就是我如果不说出来，我会特别难受。但是我觉得事情还是要解决本质上的问题。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当时当刻，如果有一方能够先就是服软，可能就会把这个气氛调节好。因为如果大家都是那种强硬的状态，石头碰石头，那肯定就是都碎了。所以大家有一方最好是男方先服软，总有一个前提，这样比较好，容易解决问题。因为女方服软，当时当刻可能解决，但是他心里会，刚才这件事情是我先服软的，就是男人先服软，然后你再教育他。我是愿意听别人就是教训的，就因为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提升和进步的嘛，所以我愿意听到这件声音的。杨蓉呢？你觉得呢？我可能比较麻烦，我得先等我那个情绪劲儿过了，先让对方给我台阶下，然后我也不会跟对方交流，要对方一直来问你怎么了。其实我很生气，但是我就是要对方一直问我，问到我觉得 OK， 我可以放下那个情绪去跟他去做交流。那你们两个人的性格要碰在一起就完了，各不理谁。各不理谁，你往左边走，我往右边走，大家去冷静一下吧。对，所以如果是我跟对方吵架，然后像你的这种直接出门啊，接受不了。绝对。如果说你们这两个性格的人在一起相处的话，就是那34%的其中之一。对，不，我们这种性格不会吵起来的，因为你也不说话，我也不知道你生气，我干嘛要跑？就不这种就不可能啊！不知道他生气，他更生气。对，其实他是生气的呀，他不会生气的啊，也不问你，你为什么不问我就会阴阳怪气的。对啊，吃饭吗？不吃。吃啊。这个很讨厌的，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怕这种。但是我现在慢慢的去学着，试着去把我真正生气的部分去跟对方去分享。我试着，如果下次的话，我会知道说，哎，我这个问题又出来了，你看，我又开始生气了，我又开始不跟对方去交流，我让对方去猜我的情绪了，所以我可以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就刚才咱们所有的讨论都浮于表面，都是在想说怎么样能够从对方找到一个问题，让自己站在一个有利的制高点上去质疑他，或者这种种状态。那我也想请问一下堪布，贪嗔痴慢疑是病毒，
是影响我们程序正常运转的病毒，那我们得想办法去把这个木马病毒给它杀掉，对吧？给它去除掉。那怎么样去除掉呢？其实这放诸于每个感情或者每个人的身上，其实都有不同的方法。就是平时的这些争吵呢，第一个也没办法回避啊，这个也是任何一个人呢，在这个生活当中是不可能没有这些东西了，这个是免不了的啊。如果你想过一个完全没有这些的这个生活，可能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啊。从心理的角度讲的话，两个都是普通的人普通的人又不是圣人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他这个心里呢都有这些烦恼，这烦恼都有的啊。这些烦恼呢，3个条件它就会产生。第一个就是它本身就是有每一个人的心里有这个它的种子啊，这烦恼的种子呢，大家都是有的，普通的人都是有的。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不合理的想法啊，佛教里面讲这个不合理的这个作意啊，作意就是不合理的观念啊，比如说你怀疑对方怎么样啊，或者是你觉得对方的这个哪个地方没有做好啊等等。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他的这个对境啊，对境就是比如说说话呀、做事啊等等，就这些事。那么这3个存在的时候呢，烦恼都会出来的啊。但这3个呢，基本上很多时候都是有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都有的。那这种情况下呢，这些发生一些争吵啊，这些都是正常的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当中就有一个原则啊，原则是什么？比如说争吵的时候呢，就是就控制住自己啊，就是不能说就是太伤害别人的这样子的语言或者是内容这个是不可以说的。言语的伤人是很可怕的，如刀一样。对。然后呢，在争吵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想到这个是要解决的这个不是要让它一直的发展的，一定要解决。这是现在当下呢2个人都在这个气头上所以是没办法停下来。但是呢就是这个必须要有这个准备一定要让它这个结束只要有这2个条件的话呢，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问题。只要有这2个如果没有这2个想法或者准备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这小事情就可以去发展。确实必须有一个人先退一步。就不管是谁，一个家庭，我觉得不管是男的女的，就是有一个人得认识到这一点，往下退一步，那这事就好办了。对，如果说2个人都往前走一步的话，那就越闹越大，真的会这样。每一个烦恼，比如说任何时候就是争吵，它肯定是它的原因就是不超过这个5个烦恼之一要不就是因为自己的欲望比如说就是有些自己的这个需求就是对对方的一些需求没有满足不满意说话的方式做事的事情等等等等要不然呢就是因为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或者莫名其妙的这个生气就是就五个这个烦恼之一，一定是这5个烦恼当中的一个的原因现在是争吵了。看起来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的事情，但是主要的根就是在这个5个烦恼当中那么5个这个烦恼5个烦恼，佛教就是有5个不同的方法去对治那这些呢，我们要到这个佛教里面去学习然后呢，到这个如果学好了以后呢那么比如说刚才你谈到了，比如说生气的时候呢，你自己就难受，很多时候都不说话等等那这时候呢，你静下来，比如说你就找一个稍微安静的地方就通过这些佛教的方法，就把这些烦恼解决了以后呢，你进去的时候呢，你是很不开心的那你出来的时候呢，就开开心心出来了对，那这是可能是最好的解决的方法了。像没有这个佛教的方法这样子的情况下，比如说冥想运动这个运动也是很好的，只要守住这个2个原则的话，这都是没问题的。考完之后，我觉得就是要开个会总结一下，就是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导致吵架，那下次我觉得就会有改正嘛。就是大家沟通还是比较重要的，然后
通过这次吵架沟通完之后，可能感情会更升华一点。这个中介是真的是很需要的。这个，为什么吵架了？吵架之后过了以后呢，大家没有这个情绪的时候呢，然后就是治一治哪里没有做好自己也反思一下对方也说一下，因为这个时候说了也不会激怒别人这个时候是因为大家是比较正常的时候了。那这样子的话，对这个家庭，我觉得可能是更加的有利，更加的有利。这些争吵如果你要找一个对和错来讲道理的话，可能是没有什么道理。就是刚才他们这样看电影的时候，是谁对谁错，这很难。我们现在的阶段就是会争吵，但是有时候我其实是非常会自我去，就是比如说我的情绪出现的时候，吵架肯定有情绪，我情绪出现的时候，有时候我会选择算了，就是他的情绪出现的时候，现在我会自己消化了。通过方式去把这个情绪给他降到最低，可是这个情绪也是在的那他的情绪也会有吗？这是我很大的一个疑问，这个度怎么去衡量？因为其实他是我先生，而且是在外面工作也很辛苦，独当一面的，那我也不想在家给他很多压力。但是其实女人的情绪在的时候，我很怕，因为情绪到一定点，女人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焦虑跟她的抑郁的东西会有，其实在女人的体内都会存在这个荷尔蒙的东西。我真的是想问一下堪布，这个如果对方真的错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排解心理这个平衡这个秤，然后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要看你刚才说他真的错了，第一个是不是他真正的错了，这个是你首先要确定，对不对？有些时候呢，比如说你以为他错了，但确实也没有错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太对了。首先第一个呢，你可能自己是不是太敏感了，是不是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如果你想象力非常的丰富，那这样子的话呢，可能是这可能是有太多的东西就是给他强加于他，对，强加给别人，也许真的不是真的，你想到的事情真的一点点都就不沾边了这真的有可能了。你这个是因为这是不仅仅是这个家庭的关系这任何时候都会有的反正这个人与人的这个关系之间，这个是很有可能的比如说在其他的场合官场生意场还有就是以及其他方面都是有的。首先我觉得你真的是要静下心来，首先要确定你以为错了，这个你的依据是什么？真的错了吗？你刚才也说了，就是到一定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想法那这些想法呢，既然大家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的话，那你也是不是这个问题发作了这些问题呢，可能要第一个就是要先确定好对。然后确定完了以后呢，我觉得如果他犯的这个错误呢不是原则性的错误，对吧这样子的话能容忍就容忍这样子的话可能是对家庭来说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好这其实这个能容忍包容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佛教的要求佛教的修法当然了有些事情呢你是可能是没办法包容了但也不是这个问题了这个就是说一般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但是呢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这些呢，你比如说一些小事情鸡毛蒜皮的事情呢，你确定了以后确实是这样子但是呢你也就能够你觉得没有太大问题的话呢，那你就这个包容一下过了就完了对可是有的时候就是忍了但是心里不高兴怎么办呢？是心里不高兴这个是有办法解决了心里不高兴是肯定的，比如说你因为对方就是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了，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你就包容了忍住了，对这个家庭或者是你们的生活就没有导致什么不好的影响但是呢自己不开心，那这个是肯定有的。那自己不开心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佛教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了。佛教有很多方法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管理自己的情绪，以及这个调整这个情绪的方法那么就是通过一些这样子的方法来调整的话呢，那可能是
短时间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但是呢这个会过去的会很快过去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短时间这个不开心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不开心那这个也是你可以把它可以利用起来，它也是有价值的我们平时都是认为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身体上生病我们都拒绝，我们都认为它是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任何的意义的就是同样的呢，我们比如说精神上受到什么挫折的时候呢，也是就是这么看呢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利用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对你自己的成长确实也是有帮助了。所以呢，如果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大问题的话呢，可以这样就过了。是的，就是其实也是要辩证的去看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否是自己的错误，或者是自己想多了。如果说不是的话，它这个问题是否是原则性的问题？对，但还有一个呢，比如说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也是我们看这些数据的时候呢，也是不能忽略了。比如说34%的这个生活琐碎的事情导致最后的离婚呢，实际上也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了就是全都是一些鸡毛蒜皮这一类的事情但是呢，因为当时没有处理好没有处理好以后呢，最后就是闹得越来越大，对，放大了，实际上是不需要放大的。其实早早处理的话，可以很好的就处理好。对，比如说这些爱情也好亲情也好，友情也好这些爱和被爱都是实际上都是非常的美好，然后呢也是让人很快乐幸福，也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它本身就是让人开心的。但是呢，这个里面呢，就是掺杂了一些另外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然后它就变得不能美好了这个时候呢，不能让人开心了，不能让人快乐。所以比如说大乘佛教里面呢，也经常讲这个慈悲爱那么这个爱呢，大乘佛教的爱呢当然不仅仅是指的是这个爱情但是呢爱情的爱它也是一种爱如果单纯只有这一点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些东西的话呢，那它也是一种爱。所以呢，大乘佛教平时呢，这个贪和嗔这两个当中要选的话，那他就会选这个贪嗔就不一样了，嗔就是生气愤怒这个是非常的严重的。所以爱或者贪呢无论是欲望也好，爱也好，它实际上是没有那么严重的有些时候如果你不在这个当中掺杂很多其他东西的话呢，确实这个让人快乐的一个这样子的但是因为时间长了以后呢，大家也就做不到，因为这个生活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些都是我觉得必须真诚的，就是守住两个原则就不要超越这两个原则的话，也就不会导致太大的这个问题了其实说实话，爱情哪有那么明显的对错呢？两个人只要心往一处使，我觉得总归是能总结出一个很好的相处的模式的。你加油，加油，加油，加油！